揭秘你每天都用的 App 背后的秘密。在数位化的今天，我们的生活几乎被各种应用程式 App 所包围。从社交媒体、即时通讯到健康追踪、购物平台 ，App 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然而，你是否曾经想过，这些看似简单的应用程式背后，究竟隐藏住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本文将深入探讨 App 背后的各种技术、商业策略和隐私问题，揭示你每天都用的 App 背后的神秘面纱。一、数据收集与隐私问题。数据收集是当前 App 最为核心的秘密之一。许多 App 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大量的个人数据，包括位置、搜寻历史、应用使用习惯等。这些数据被用来构建用户的数位档案，以便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广告。例如，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互动和点击行为，推送与用户兴趣相关的内容和广告。这种数据收集不仅提高了用户体验，还能帮助企业增加收入。然而，数据收集也带来了隐私问题。许多用户未必清楚 App 如何使用他们的数据，甚至可能不知道这些数据会被分享或出售给第三方公司。尽管许多 App 提供了隐私设置选项，允许用户控制哪些数据可以被收集，但许多用户往往未能仔细检查这些设置，这就使得个人数据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滥用。二、行为追踪技术。行为追踪是另一个应用程式背后的秘密。许多 App 利用先进的追踪技术来监控用户的行为，包括点击次数、滑动速度、停留时间等。这些数据能够帮助开发者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，进而优化应用程式的功能和界面。例如，电商 App 可以分析用户的浏览和购买行为，推荐相关产品，提高销售转化率。这种行为追踪技术不仅可以提升用户体验，还能帮助企业做出更精确的商业决策。然而，它也可能引发隐私担忧。用户的每一个行为都被记录下来，这些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可能存在风险。例如，如果数据遭到泄露或被恶意利用，可能会对用户的隐私造成严重威胁。三、精准广告投放。精准广告投放技术是许多 App 商业模式的核心。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和行为， App 可以向用户推送最相关的广告内容，从而提高广告的点击率和效果。例如，如果你经常搜索旅行相关的信息，旅游广告就会出现在你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上。这种精准广告不仅能够提高广告的回报率，还能帮助用户发现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产品或服务。然而，精准广告投放也可能导致过度商业化，甚至是对用户的过度干扰。大量的广告推送可能会使用户感到困扰，影响他们的使用体验。此外，这也引发了对于数据隐私的担忧。四、心理学影响与用户粘性。许多 App 在设计过程中会运用心理学原理，以提高用户的粘性和参与度。这些应用程式经常使用奖训系统、成就徽章、及时反馈等方式来激励用户。例如，社交媒体平台会使用红点通知来引起用户的注意，这种设计可以激发用户的焦虑和好奇心，促使他们频繁检查应用程式。心理学影响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用户的活跃度，但也可能导致一些负面效果。例如，用户可能会变得过度依赖这些 App， 导致时间管理问题，甚至影响心理健康。这种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焦虑、压力和成瘾等问题。五、演算法与内容过滤。演算法是许多 App 背后的核心技术之一。它们根据用户的兴趣和行为，自动生成和过滤内容。这些演算法决定了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帖子、音乐流媒体推荐的歌曲，以及新闻应用程式中展示的报道。
例如，音乐应用程式会根据我们的听歌历史推荐类似的歌曲，而新闻应用程式会推送我们感兴趣的新闻报道。这种内容过滤可以提高我们的使用体验，但也可能造成信息茧房效应，即用户仅接触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。这可能限制了用户的视野，使他们难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信息，影响他们的思维和决策。6、收费与订阅模式。收费和订阅模式是许多 App 的盈利方式之一。这些应用程式通常提供免费版本和付费版本，并鼓励用户升级到付费版本以获取更多功能或去除广告。例如，许多游戏 App 提供内购选项，允许用户购买虚拟货币或道具，以加快游戏进程。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增加企业的收入，但也可能导致用户的消费焦虑。用户在使用免费版本时，可能会受到广告的干扰，并感到升级到付费版本是一种必要的选择。这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，尤其是对于年轻用户来说，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花费大量金钱在内购项目上。7、智能合约与区块链。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正逐渐成为一些前沿 App 的核心技术。这些技术可以提高交易的透明性和安全性。例如，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数位货币交易，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。智能合约则能够自动执行合同条款，减少中介机构的介入，降低交易成本。这些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用户对于数位交易的信任，但也面临技术复杂性和法律监管的挑战。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实施需要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和法律框架，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合法性。总结：在我们日常使用的 App 背后，隐藏住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从数据收集、行为追踪到精准广告和心理学影响，这些技术和策略既提升了我们的使用体验，也带来了隐私和伦理的挑战。在享受 App 带来的便利和娱乐时，我们应该对这些潜在的问题保持警觉，并在使用过程中谨慎处理个人信息。了解这些秘密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数位生活，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。